會，歡迎嚟到三合會講黃賭毒嘅時間。勝哥，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係嗱，今日聽日咧就7月1號歸啦。咁賽馬，咁通常咧都係回歸日咧，通常都係華人方面咧會比較積極啲啦，叫做幫啲人攞下威咯。有啲咁就第二場開始啊。係。咁第二場咧就買翻隻3號嘅團結勇士，就容天鵬嘅。因為點解咧？就最主要原因嗰啲差唔多玩埋今季又唔玩啦。咁意思佢有手頭上有嘅，我盡量會放嘅。咁都係買翻去做膽咯。咁啊，二場3號團結勇士就拖翻隻13號銀河勇士。就單 Q 嚟嘅。好。跟住去到第5場啦。咁第5場咧就都係揾翻潘頓做膽咯。就光年魅力。咁啊4號嚟嘅。咁啊拖翻就係蔡約翰一隊，就神馳就11號，咁拖埋隻米奇，咁都係買鬥志嘅人㗎啦，呢場馬都係，所以咪拖翻呢兩隻咯，腳就。明白。OK， 跟住去到第9場啦，咁第9場咧就係買翻隻轉倉馬咯，晒冷2號，咁拖翻隻巴基之勝咯。咁就係蘇偉賢嘅，即係上一年蘇偉賢嘅7月1號咧，都幾搏命啊，好似有2-3場邊我印象好似。所以佢嚟講個鬥志都幾好啊，咁就拖埋隻上一次隻關鍵所在啱啱升翻嘅12號。咁即係呢場咧就係第9場就2號做膽晒啦，就拖翻隻6號隻巴基之勝，就拖埋12號嘅關鍵所在。咁啊，聽日係呢3場啦，咁就係咁多。咁如果你覺得啲人覺得單 Q 嗰場可以買位置 Q 都得嘅，如果可以咁，其餘嗰2場可以買 Q 過關咯。咁買埋3 Q7咯，希望喺賽馬結束之前，希望過翻3關咯，可以試下。OK，咁啊，今日就係咁多啦，咁嘅意思。好，明白。咁希望大家贏多啲啦。好啦，咁樣。希望大家贏多啲啦。OK，同埋最主要原因咧，都係臨場啲飛好緊要嘅而家。如果臨場都飛到咧，啲馬如果真係我哋啲心水係臨場都飛到咧，可以跟進多啲咯，就係咁。明白。好 ，OK，好啦。